哎呀，就变了。哎呀，三个礼拜，走礼拜啊，走礼拜。好凊彩琴啦，而且大概班时就在咧琴。你看三明治就唔得琴机啦。哦，你喺乜嘅班啊？你乜啥做啊？愛做嘅。你做嘅哦？係啊。做乜嘛教？小朋友啊，因為教幾多學講學啊，講幾多動物了啊，所以學用咧有起來寫幾多。所以這類啊。你無係乜嘅？睇下你教咧，你無係乜嘅？你話空雞我上課雞啊，你對唔對出啊？個報名嗰種事啊，坐。個上課報名嗰個，我啊，要咩嚟到上去參加嘅老人家嘅發通友啊，唱歌嘅，喺早期嘅，其他小朋友起埋嗰種，做埋嘅啊，啊緊張叫我要跳來跳去啊，係啊，哦。佢講我報名嘛，該我一下又要寫密碼，又要寫題什麼登入的驗證有冇留的？哎呀，密碼接送會唔記得咧。啊，給你搞給做唔記得。哎，實在有點麻煩呢。係啊，有一下嘅密碼好清老熟呢。有讀到冇？有啊。運氣好，我會記得；運氣唔好，一下就收起來。哎呦，看用白，所以寫起來，哦，寫起來，係。上下還雙驗證呢。不過我知道安尼臨場地不讀，我本人懂。很失落，你知道，很挫折啦。可能佢企到按球隊，你有啲教打地鼠，跟地鼠安太有冇帶？不過我知道講吼，一個密碼嘅問題，應該唔單止吼，蘇婷在做動手力啦，像剛才那個慧玲姐啊、秀鳳姐妹有講吼。係呢。那是錯不當嗰種啊，那係天星曲比解碼。哎呦，你哪一天先曲哦？不給收到咧。哎呦，你喺懂得用數字嘛？乜個卷啊，吼，客家卷啊，乜個卷，要懂得密碼，佢有啲啲少少複雜係冇？密碼要當到咗嘛？應該打5撮密碼啦，我就打5隻。我到3度了，是該咧。這個收起來，是邊收起來？這秀鳳姐，你這個發明嘅東西，你這個對天路嘅東西，應該冇問題。係啊，你咧接送到時唔會俾佢鎖碼，嗰個 APP 接送會俾佢鎖到，因為大小寫啊，還有其他的符號，該都有結合的情景都有乜辦法？我係經驗是講吼，你從那種窮人嘅密碼好好，你咪記起來，你只有個筆記本然後嗰啲本咧，你又唔記得記，因為大家賬號裝滿窮人密碼，跟你冇法度啊，你咪唔記得呀，啊，你創用嘅密碼，你好熟悉嘅密碼時候。唔過吼唔記得咧，全世界咩記得咧？有冇看你嘅筆記本就記得咧？所以記起來呀，你打3次時已經被鎖碼，你就已改嘛。你就歡迎家啲講嘅阿生講開入定哦。哎呦，有可能佢冇問題。有問題嗎？有啊。哎呦，有會講啊！你有冇讀到乜嘅？就研究同阿妹講下日本料啊。係啊。啊，讀幾場入關嘅是唔係阿時間入關較淡嘅。係啊。哦。啊，你啊全部用啲數據啊、天腦去打。老人家當道啊，去種啊擺幾串啊。係。哦。啊，看個見用手機卜只都好咧。係啊。啊，我同擺當叫每一阿妹就講，嗰來人家呼叫哪兩個村莊啊，莊啊就喺那度好咧。哎呦。啊，其實吼。啊，出國之前，係咪要潛啦？要下載個 app。問題就按麻煩、按囉嗦啦。啊，每樣係將過去冇用，佢都講樣寫資本嘅道理，問題佢都講，哦，資本嘅老人家按到台擺。梗係點樣問題？有問題你睇通常冇出國。冇啦，開玩笑啦，唔講，我聽到按到泰國太子講嘅話，我知道你下 N 科技選邊站一下。哦，那個很多科技選邊站。檢查一下問題，等下我嚟問問題，答一題咧都當成法嚇。我哋問啲問題出嚟，你先到哪位，出去到哪位，實際來info堂教一下，好冇？好，冇問題。看講嘛該，做啲接書嘛該。來，來啦。好。阿珍，你看啦，按球吼冇按到中燈呢。係呢，係容易盲到係冇？冇，差4點花錢買嘅。哎呦，唔單止買燈啊，可能係買天絲，要買阿宋中樂透啊。冇，你係出去科技。科技嘅力量。冇錯，你教一隻遊戲，很多
法语很多科技选面站翻译。哦，科技咧开始搞线一个 V 来做样板线咧。成法哈，主要每年问题做得本意啲科技咧件事情当中，看到你关系嘛该，感受嘛该，讲嘛该，也系讲接受嘛该。哦。假使讲哎问题强势的问题系嘛该，你吃到强势哎。同符合我一个答案，你就做啲强势的位嘅。我问fon色的问题，你知道我当中fon色较柔和，你就做到fon色。做唔得变来变去哦吼。好，题目係你自家啲學數位科技嘅世界，你自家較好，強勢嘅係自己摸索出一種走自家嘅節奏來，天天嘅人命，就從手風姐發明嘅遊戲啊，嚇。某一天啊，有可能佢係配上人搞嘅啊。我係調價。哦，拍攝。我講乜嘅？就是。fon色嘅係靠人協助，所以有人喺旁邊，突然你較安心，好冇？上好咯，3、2、1，請選擇。七家研究行係愛欣賞來搞。係試過上個老貴人這兩隻難食，冇想來。多少先摸一下，看見有偏語冇？先摸一下上個啊。係啊。冇需要欣賞七家學哦。咁本人講，哎呦，天時都唔到啊。啊，你做正經吼客家寫來出來嘅。唔講話搶摸一下，跟唔七家樣板學咯。就亡命唔曉嘅時間，咩皮較本就冇嘢啦。哦，現在咪強咗大送時間。唔係，你就書記拿嚟，按你印名就走得啦。係啊。係攏講，你吹摸嘢啲順後，出軌都走得，天龍咩？擺頭嘅，係冇？係啦，唔過係一般成法地步會用到嘅，行講啲做細檔行會用到嘅，咩七家研究？係啊，即個名。哦。唐曉來喺了有啲高不獎，故作七家做。幾咩動厲害啊？係啦。幾愛滿啲片哦。好，有擺哦，去年啊前年，我個手機唔知做乜呀，就唔該，點樣係好搞嗰條遊戲嘅嘛？突然間全部遊戲全部掉出來，裝都裝唔得。你裝唔得？就我屋卡離喺天津叫圈啊，我就拿一本筆裝，天津叫我名千叫點人就名唔出來。幫唔係馬問題？唔知，後來哦，天津叫我啲裝唔出來都冇效嘅。後來拿咗人嗌摸跳人啊裝，嗌摸跳裝好嘅啦。哇，人可以同厲害呢？係啊，人應該喺天津叫嘅跳㗎。你講嘛個動厲害遊戲？Candy Crush 那個 Candy， 一開始就教嘅，仲我教到幾個關？16600人。等一下，他有這麼多關哦？真嘅解啦？真嘅。因為用300幾多16000人。唔講曹定順風嘅蘇慶真咧，唔知講咩係我出家去問人嘅。我知道冇，而家啲頭前啲人哋嘅布告欄，而家都冇想問我囂佢囂當囂人過來。跟住有冇曹啲人哦？係啊。你想講老貴人真係好朋友係？沒來他是應該來啊，沒啊，太來帶都不卡。哦，韓國選票，咁一陣間個現在哦頭腦我拍頭腦我都冇出來，對嘛？所以呢種人皮是一門好上啊。搞滿記，然後滿記落去也是一個親子活動。跟住搞唔知道你最好用嘅係乜嘅？譬如講 Line 啊，有啲係你會社群組，也係講有乜嘅功能，你自己自動厲害冇？喺社喺群組，群組裡面的那個相簿，韓國人都辦活動。哇！辦活動嘅相片貼到啦，我是上課嘅資料嗰度有啊，我們要要整理，好，上次要整理時間上有好多困難會。長期唔提供資料太多，個相片一次傳只能20張啊。真嘅。都冇相都講有啲個限限制嘛，限啲。所以一直點到一睇到一直傳唔出去啦。係。傳唔出一時冇呢啊。哦，後生人說過要分段。我哋嘅即家曉嘅事情以後，即家創作想愛做嘅事情，這個啲地方錢問題。係。咪錯咩一強有摸也有來哦，真嘅。來，清楚愛摸一下。而家發明遊戲嘅。我係講自家會變成錄音器我已經學咗咯呀，所以就練習啊，練習。
按照佢嘅方式去做，一步一步來嘛。因為來嘅某嘢新橋全部啲加拿大佢條紅布條嘅時間可能係20條嘛，所以日夜顛倒啊，唔記得就係麻煩，自家來下驚。冇按嘅啦，應該歸因這個妹啦，咁。係啊，大家都好朋友啊。都好有。係，我有家家冇嘢來係啦。只有小鳳姐姐真係喺線上嚟講翻就說哦，當然正堂，我講佢。永遠正堂冇。有，唔講係同個，唔但將佢喺線上哦。係。隔壁呀 V 生真實嘅線上，唔但將教書呢，家行做嘅遊戲真勁係自家做嘅哦，係唔咩做唔出來嗬。哦，我教你。可是那遊戲是我做的。秀芳老師做的啦。對啊，先本堂嘅人講。對不起。我總講線上講翻冇啲堂，如果冇嘅堂，跳家搶到自己冇。冇嘢做事啊！來，坐，我係問慧玲姐姐。你做啲什麼？做對，搶我係問慧玲姐姐啦。你咩當槍啊？像右擺愛手機擺體戲啊，面板固體戲冇法度。係。啲擺相片全部冇法度看得到啊！啊，當擔心啊！我們開始想，係那不應修面板嘛，當貴咗賣到線嚟啦哈！我們開始想，錯嘅右擺右應突然想到，錯啊，我有電腦嘛，有筆電啊。係啊。我筆電插落去，梗係相片咗，所以螢幕螢幕看唔到，我電腦啲咪東西，啲咪冇快睇啦，還看得到，我相片還看得到啊，所以我相片全部是download下載出來嘅，所以我就調轉來。但係我要行乜裝修呢？我多應該認錯啦。你係教係無天嘅，充天嘅，你揾廿幾，你廿幾充天，你揾廿幾。你啲啦，我搞大聲啦，冇搞通啲啊。螢幕看唔到，我電腦啲咪東西，啲咪冇快睇啦，還看得到，我相片還看得到啊，所以我相片全部是download下載出來嘅，所以我就調轉來。但係我要行乜裝修呢？我是調轉來。真嘅，有乜問題講？真嘅。你唐慧玲姐姐講，係吃到佢頭腦啊，佢心就停定死退啲行。該不會你也在弄 AI 哈？一天來裝嘅啦，因為天然那個死退腳步的前進啦哈。佢上一輩你嘛未講，銀髮族是唔會哦，蠻好嘛哈。那我生活更增加一點趣味。上次我就有收到一個影片嘅。然後咧？嘿啊！就係那個菲玲姐姐做嘅啊！來，都冇啲上班吼，啲教書機啊。冇，我係天數零三好冇？講一下係乜嘅樣片哦？大家禮拜五我同銀髮族去航路嘛，要擺是航路嘅濱江街嘅飛機巷哈，嘅飛機度能夠背架過去，係翕相嘛，係翕相片嘛，按照相片把它改成 AI 哈，變成跳舞動作，體育嘅只。大哥92歲咯，92歲，今年92歲，嗰時佢長差唔多千葉時期啊，嗰時89歲。體態按精彩，稍微聽一題，知道嗎？來，唱起來。好，下一題哈，你吃到口技係乜解？強勢的係成發變到較強壯，好，本人較上司，本人成發變到較強壯。較複雜，縫線的燈呢，係錯去，所以成法較複雜。哎呦，很囉嗦，要什麼密碼什麼的。對，本人較麻煩。好，準備好咯，1、2、3，搶先車。好，來，搶黑較麻煩。用神共好呀。下好屁股。下好屁股。確定咯。知道較強壯嘅有3人哦，啊做講，哎呦，身份很較複雜嘅有2人，你先來強壯一下。好啦，強壯。好，我來問一下，知道，哎呦，有很較強壯，因為我有按你嘅感覺呢，菲玲姐。要登錄來線上嘅課程，報名嗰時間用手機來報名，幾秒鐘你是來報到，你是好輕鬆，因為是以現場報名，當家是來搶到你名額安應該是說手機不宜當奉品嘛。很難看。桂英姐姐喏。我就有手機了後，就我去參加個3個班嘅發通啊，我老公係3個班嘅班長，要簽到東西要處理哦，就攀埋個發通啦，然後買全部要用手機去做。
哦，知道點係有數嘅，嘅有摸嘅。係咩知道？你啲都迄種咧都捱要撞種噴埋個發通啦嚇，除以了啦，然後做埋全部嘅數據種原來報名啦，哦全部嘅數據迄本人接龍喺度報名喺度啊。跟唔出一種蘇琴這隻強項，你看佢喺做相簿啊，相簿嗰度資訊啊，嗰度買啊，用啥互通一下？較複雜。係啊，你晚吼，雖然講大家用安尼書誒個當方便，不過吼，因來因冇就因發，因可能試看無問題。啊，尤其像咱做生意吼，以前收到現金當好啊，啊付本錢誒，付本較付誒時吼，付機票當放心嘛。啊，你萬當到係樣轉賬啊，反正若轉唔出，錢就得來配生意當飛機啊。真件喎！佢哋話，人來講可以將機票本人，人當放心，有憑有據啊。啊轉賬轉唔出落去，快點點嘅嗰轉來。你係很有錢啊！確實因為有數據嘅呢篇動作，唔過我去學司機吼，行較飛起。真件。哎呦！因為愛吃到較飛起，人哋花很多嘅時間，下來出海題咯。好冇？來，起來。好，來。下一題就係加認真講嘅。係講人哋吼操作當費力，當花時間，接下來咧係乜嘢講？係數據嘅啲用，還有電腦啲用嘅時間，橙色的代表3C由我控制，好，紅色的就係完了，我本3C 制約了。解釋一下，橙色的就係講吃到我自己嘅時間，控制當好啊。古所講3C由我控制，係紅色就係講哇，我發的哦。時間出沒了，完了，我被3C制約了。好，上回哈，現在呢，請選擇。我講我過來了，你一講嘅意思就講強勢的意思就講，我自己做的控制。紅色就講哦，我反正我就讓他控制，我都隨着。我都被控制。哎呦，都被控制，你已萬浪份嘞。那這種還沒黑鴉片呢。哦，醬頭。來，我超級市場，你好意思坐中間嗎？來吃到。你聽眾黑鴉片啊！來講正經，因為我自己係那位小可控制一下呢，我自己的下位。我們都不相信。好啦，本來坐呢啲係嘛。咁而希望一下，做得控制嘅人。係，有愛控制，小鳳姐姐咯。來講一下。係啊，因為我手機哈，不管係 Line、FB 啊，乜嘅東西，我全部嚟去關靜音。是係，佢我平常時咧，我是唔會講。談到該兩項啊，就去處理。竟然唔係講正經有緊急的事情。沒有可能啦，唔過等下我處理嘅時間，佢可能自家解決咧。真係唔得咁大，我一直以來我都冇開心。我講講我吵到我自家老配上，唔過正經有緊急的事情嘅時間，因為聲音咧太靚，所以唔會按緊張，所以可能嘅聲音很凍死啊。凍咧，我知道周隊嗆到修縫自己咩懂感通，你有問我？感覺聯絡他靠緣分。也是可以，佛系科技。唔錯，唔過你要聯絡一下，居然這你用我本數據嘅控制呢？我有閒嘅時間，將唔少坐定喺教數據，教5到啲就到填講咧。你前後那個數據嘅某天佢係有天咧。你係知道唔對唔出節目嘅人咧？原本我因為要3隻數據好教啊。你係神，你做幾太陽3隻數據？冇攞嚟講，既然等人嘅寶可夢自己咩作動到那個寶可夢。寶可夢我唔識教。你叫我出門。難死，冇上一下。我將唔知木下坐定到教，木下按住台我將坐定喺教你喺教喺無天從天我哋揾廿幾，你從天我哋揾廿幾。來同講哦，像歸隱這案也好，不算是一個個案，因為他懂人咧，歸隱就啲咧教數據啊，因為啲調查就有講到，全球平均咧英語教數據嘅時間差唔多係3.5按個哦，因為全世界啊，係咪講到台灣人啊？嗬，係順豐就有一個台灣人代表，英語平均差唔多要教6點鐘。60歲以上嘅族群差唔多就會4.1啊，4個小時以上呢。高於你全球嘅平均嘅數字嗬。60歲以上等於2名嘅
比例来吃到要越来越高，按你糖的体来发，到几高啊，吃到还要注意下啦，吃到。係啦，尤其喺木竹啦。你弟啦，要交代先，唔好搞咁叫啊！自家都嚟搞。孙子有唱按好告诉给嘛？我说我丑该变成羡慕，对对，所以俺多赚应该变丑了。大家都即看书片，即其实看嘅看嘅屏幕书咧，你講當然哦。你講。講過什麼嘅事情？你講。特別就是頭一突然老人家、樂齡老人家吼，俺就跳健康操嗰度嘛，吼，廣場舞跳，下晝頭是俺用樓梯啊，去報酒咧，是講俺老公講，開水當酒咧，吼，下到1點人民鐘睡的，白天你時間多啲咧，又睡唔着，知嘛？就先追劇啊，追落去，做到暗晡就9點啦，來個新球場啊，食飽飯，哎，過了都9點。各就各位啊，睡前睡後講嘢去流當宣木咧，有開始教嘅嚇，有開始教嘅啊，做到嘅，有3種玩具嘛，疊高的，有嘛開嘛吼，消樂嘛吼，嗰3種教，教到2點3點，我老公好就學鳥我就順嘅啊，我就順個，我保養行講講啊，你啊，我講哦，等一下會睡睇睇，到底佢4點人叫放起來行路哦，叫放起來去散步啊，可以行路，係，我躺到腳步上咧。快啲咧，跟貨有冇關哦，佢行路四面四掛嚟咯嘅，啊當簡單啊，你手機唔係拿得咩？嚇，佢一黑開眼咪就你看是很牛的，看的影像哈，手機就直接然後眼睛閉着，定腳步冇，然之後頭睇哪去？嘿，那咧，韓腔聲嘅你哦，其實係貨櫃關嘅，係，其實我關冇，等佢隻係離開到人手機拿出來。繼續，不過蘇慶真係想問一下，因為皮伢老公嘅時間，然後皮數機嘅時間，哪一個較長咯？手機啊，手機。我記得伢老公沒咁重要哦，老公未搞手機嘅，你係做哪個？連線嘛。我做埋搞手機，搞我按到機手機哦，連廣告嘅時間我都冇好限。你睇廣告哦，有30秒，我就關機。哇！來知道草地亞邊有一些危險，你本應賺來，來起來！他們真的手機成癮了，認真嗎？你冇？我嘛有發現到啊，剛剛貴人老蘇慶姐啊，就講到吼，唔論幾巧行起上去搞，我就有種不服老的味道在裡面。一天黑啊！嗱，咩上去唱後生人腔用，唔講後生人冇唔對啊！你們已經超越年輕了。殺好了，我就想要摸一下啦哈，因為有人知道講，高亞條數機嘅啦，高亞條口機啦，好像很跟得上時代，有一種後生嘅感覺。鼓手就會摸哦，同樣條高口機響處，我幫你知道嘅感覺，強勢代表。當後生，逢色咧我做過，因為越搞越老，我發現到其實我有些老了哦。小紅，接下來謝謝連月，一天變後生，你知道哈？唱首，好來摸一下，變聲音唔係變後生，變聲音你就搞有啲。都真係專門歡迎姐姐，因為佢3地擺都佢行最強。哦，嘿，你看 AI 啊，你知道了，你除了兩片，人家冇聽筒啊，你知道這個變後生。就是講，我改變個口機嘅時候，我自己嘅手機快睇而唔睇咧，我看咗自己相片叫轉來，我是到俺當有成就感嘛哈，又上到了放翻嘛哈，很不錯啊，所以自己10多樓、好多樓啦，真勁呢，聽得到個時代腳步行啊，啊，被自己給震驚了，哦，你們按槍哦，真件係要可能佢嗰啲東西，後生人冇聽過，後生人冇人記，講到後生做小風成長哦，因為佢本來就教學生嘛，小朋友，本來就話較後生嘅啦，唔講你坐啲入去吃到自家，變到係後生嘅嘢係嘛？係啊，因為世界當中有戲俾小朋友教，所以從我辦嘅時間，我係教小朋友，我同個小朋友講。啊，好希望每天都是禮拜五哦，好希望禮拜五趕快來哦。8點過，哇，100多個，講實在，1點啊，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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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啊。啊，尤其唔像個 AI 去打出來咁多，直接啊去比對，到底
你係真係夾2年7教就教。哦。因為世界當中遊戲俾小朋友教，所以從我8午嘅時間，我係教小朋友。我同個小朋友講，啊，好希望每天都是禮拜五哦，好希望禮拜五趕快來哦。我說為什麼呢？有客語課啊。哇！哦，所以他有種感性，因為記得唔單止好學漢語，還有好教遊戲。可能遊戲還係寫記到啦，除咗設計呀嘅遊戲呀，你還有唔係默嘅出來咯。你寫嘅你也寫東西誒，因為我嘅碩士論文啊，我係寫台灣中北部嘅客家鬼故事研究，所以我當上去做嘅 podcast， 做嘅鬼故事，當到故嚟俾大家聽。我哋一下冇時間，我家係我嘅目標，我希望有一日做得考一家。然後我嘅碩士論文變咗我嘅 podcast。哇，客家鬼故事。真勁呢！誒，前面你講啥？佢本帶出嘅鬼故事。基本係乜嘅故事啊？漏故事啊？係漏鬼故事。好嘞好嘞，嚟之後從呢啲入邊睇下都好上啦。係啦。三嚟，起來。開題咯，嚇。三來問嘅係資訊。資訊，因為也使用也條數據嘅資訊是越來越多咧，貫通當道。不過沒有點問題，冇辦法分辨佢係真的呀假的。個資訊一多咧，你會吃到強勢的係越來越放心，越來越安心；風色係越來越亂咯。我有條小理哦，嘅感覺係乜嘅咧？搶先者。阿神佢詐騙，行我兩邊做跳緊人都冇咁樣，清楚。跟住都幾醒來啦，唔有乜事人越來越亂啦。因為當我朋友哈拿一個圖片本來，講個奇異果哈，將來上中條出來，佢想喺度做農業嘅。我問伊講，佢就拿個圖片本來看，我係講個假嘅，佢講冇啊，那個正經嘅啦，啊正經。我哋講係名咧農業幾十年，看咧都冇可能嘅事情。而家講中國啊，所以講像你啊嗬，當到假嘅消息，真嘅真難去判斷。啊，尤其唔像個 AI 一打出來資料出來當多，啊去比對，到底你係真係假，2年7教都教唔清楚。哦，不過科技喺呢啲人生活當中啊，阿珍有知道冇？譬如講，雖然講我嘅差不多點地位度。係你維持你客家嘅精神，不過有啲東西係入來啊。譬如講，你出去嘛，係你接觸到，譬如講語言啊，有語言嘅自助機啊，潮市嘅模擬啊，嗰種嗬。不過我而家問題，聽你兩邊問一下嘛。我來問看下嗬，誒，做乜嘅人就點到會做講，越來越強鬆咧。我覺得一定要問古影姐。係。你聽佢就會強鬆推掉。我小厲害。你有收到某個訊息，某個東西啊，我就看到有反應，我就會傳到個嘛，有變真假。有方法啦。我就傳到過去，其實會留人解答，我講你係真嘅，你係假嘅，就係講你係幾多年嘅事情，佢全部會寫出來。難怪佢做教條喎。知道呀，按到一個遊戲，佢都按清楚。係啊，冇慳白燒給下阿三哥啦，嗬。係啊，搞快可以咋？來，Heidi，來，Heidi，依啦。好，加同阿珍講嘛，講你要當到科技唔單槍，你流面線，你行出去生活，科技改變人嘅氣力。那以前啊，你見面當做係打水鼓，後菜有流面線咯，當做係見面，知道冇？唔過你下，就看到年美國的來嘅孫呢，啊，攏會講吧。係啊，我就想要問大家，你吃到科技會本人搶色的係很啊靠近，較話諷刺的係較疏離，較離開遠。哦，吃到係乜嘅咧？科技係做對本大家比較靠近，還是比較疏離呢？搶先車。哎呦，冇空用了哦！
冇強樣嘅哦。不過蘇琴姐一出錯啲嘅啊嚇。蘇鳳姐咧，做乜唔我知道講誒，喂卡巴權，因為我嚟嘅每一線票全部喺啲加拿大嘛，溫哥華、多倫多啊，因為啊，全部佢叫你下落雪落按大聲一看，看到落雪啊，唔是看到叫做落雪啦，他講叫做撒料啲個料先，他講要不要先堆個雪人？他說不要那麼浪漫啦，屋頂都快垮了。啱先做啲叫做啲個做乜嘅？係呢，網絡無國界。真嘅，呢一片哦，就一定要問蘇琴姐啦。啊，就雖然講吼，而得少時有嘅大家會來，像係講早安長輩圖，長輩圖他嘛，上次講7點半紅來，8點過哇100多個，講實在10點啊，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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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點啊。像我上到禮拜，我就派我哋同學會重陽啊，哈，國小嘅同學會，來呀都經典啊，很唔出名啊。可是你每天都有在早安啊，可是看到面對面的時候，喲呵，拜託你莫改名，莫改名，佢講幾名我出來講，然後想象中嘅照片，冇空用，可能咩用正經嘅名啦，哈，咩用正經嘅名哈，咩叫農名嘅相片喺度用啊，有鳥鳥嘅，係咩不用叫就不用喵嘅哦，我變得很疏遠，講乜嘅要啊，我都是。全部我明明當日都有聯絡，啊，結果見到面就說，哎，每天早上都有啊，早安啊，也有傳圖片也有啊。跟你能咪吃到講，有乜嘅事情當面講就做，你唔知道假衰啦。所以我知道，做老公講，我係到1點鐘我冇嚟。阿上哥，記得以前吼，因帶田莊嘛吼，喺初二嘅時候，仲我田爸爸田我已經。去阿姑講帶種麥價，種麥價，啊親戚大概會來來去去啊，啊結果你問年3、4都用來嘅，啊有限咗啦，結果咧年初二大概算係無限，哦，大家權嚟講吼，就變到獵科技落去嘅時候，同來上來下，連見面嘅機會就變得少，以前起碼講逢年過節大概會見面得多。用來過年吼，用來過年咩？我種講我真件最強嘅，所以過年過節時，大家都送嘅固定嘅拜年圖片來拜年。係啊，香港因為亞下大家會說講，有數據嘅1、2篇，古時候大家向下大丟時嘅時節，點都唔會好好去整下。如果哎呀，後擺還有機會啊，未來再個聯絡就好嘅啊，誒，確實有樣，有一類嘅成分嘅感覺。係哦，來下一題。起啊！家講我印度就講，你用到順唔順時啊？方便冇？我問題啲係，假使講你嘅成法學本科技嘅保護，全部都係 AI 哦。你看送傳還有機器人哦，有冇？還有無人商店，你要懂到，住貨屋都無人商店咧。哇！係啊，還有長照機器人，嗬，唔知你感覺係乜嘅？強勢嚟說，我知道安全哦，嗬。風色咧說，我知道冇安全哦，按懂清楚嘛？好，你成法本科技保護以後，你知道橙色係安全咧，紅色係冇安全咧。可以中間那幾個。對哦，仲我會炸到危哦。哎呦，我要搶錯。我知道桂英姐真係懂反骨嗬。林妹，他這麼跟我們做講懂安全冇問題，說服一下另外4位。像失眠了，就聽到就安起來了。古時候講，只有當安全就錯嘅。好，啊唔過真件妖毛咧，你談困難有可能唔卡幸運冇俾本人見過，一片新聞係有實際嘅案例，係自家感覺嚟feeling啫。我知道冇安全嘅問題係因為要買我這魚站款片轉來不下是接到。天法，所以表示講各自泄露咧哈。佢打電話嚟講，你偷懶用種款片冇？我這其實都推俾款片，唔係偷懶用種啊，推俾新店嘛，用可能係用種啊。所以我知道各自嘅問題哈，有啲地方可能就被泄露啦，會受理，對錯，會受理。真件咧，我有陣時我自家真件接過嗰種我爭去看電影，也係講去內位轉到屋企去接到，譬如講影城傳來本人講，你剛才看電影，然後怎我做當電影講咧，因為點？不過一看就啲講幾解啦，我就冇見，我喺度大家講哦，你睇講書到內地嗰度有唔啲嘅連接，冇凊彩點哦，佢點落去都冇個實嘅。
阿上哥，因为佢做生意嘛，过鸡的，你吃都冇安全。该都是独到，因为像听讲卖配料的是咱政府有补助嘛，补助的当然也提供给各自嘛，身份证样印啊，给土地所有权状的作业资料啊，哪帮人反正独到人，该来讲百姓的人，佢拿去做其他的用途呢，好嘛，咱真冇担心，所以对呢科技来讲人性当无相信的啦，唔免无相信科技啦。确实有一些人冇架散的，唔过吼，讲到安尼，就只有讲轻麻烦的，永远只有讲，我动站掉啊，当然做得搞手机的啦，游戏好搞啦，有时候看样片，不过同时其实没有效率，系啊，杀下来，所以讲，起啦，吼，虽然讲科技吼，要本人当效率，也专门提出问大家咯，大家知道，人哋所谓的成法，对你来讲系乜解？强势的系本来当欢喜较多。逢时咧，本来动手力都手力他多，抢先车。还是对的。真係有快樂較多咧，你真係當手。科技對佢來講，得體佢都當負面啊嚇。唔該你錯啦，仲係有人會手力嘛？係呢，嚇手。佢依來寫啊，冇係較落滾嗬，落線哦，六面線要落線哦，今日再摸一下貴人姐，嚟，切落線嘅，乜嘅就唔受，只有受切架遊戲冇好搞天天。你知道你用本日快樂？我知道哈，有啲手機，你辦事情啊吼哈，當方便啦，就我都辦行嘅事情。像我家邊咪判於嘅貓空雜查，就裝下手機去，裝下到大家就個裝下做這個報名嘛，就做報名嘛哈，而且下晝個下晝我3點2當裝落去都啱咧，3小人報名。哎呦！阿尚哥，你等下先睇下對面4大精彩講，等下再有回答哈。一片咩可以同阿尚哥推薦一個好方法，可以靠燜面，燜出來唔會顯老啦，真嘅。什麼人摸嘢啦？這個報名，就做報名嘛哈，而且下晝。個下晝我3點2當裝落去都啱咧，3小人報名。哎呦，報名數都動號召力。我講，貴人姐當適合來你六面線插報嘅，號召力很強。係啊，前面係辦行按到年啊。係啊，來掉飛啊，來掉。你來做現在做，我辦行只有59歲。哎呦，63難怪啦，快樂。嘅時候嚟乜嘛？小鳳姐姐。係啊，因為我最常去望嗬，係對家下懂手力嘅人，結果過來就講喏，你要讓人很矛盾呢。真嘅。說了乜嘅意思呢？來，講一下。剛好小朋友講行嘛哈，又搞幾種認證班，所以咯家長又來又加來，所以小朋友呢係啲個班上下飯餐唔同會錄影咯，給媽媽哦。你啱先是乖乖堂口。有，一聽係愛用嘅。還有人會是說，小朋友。做得自己後輩嘅家長對行業要重視麼？強下來研究啊，是讓感覺佢都做得增進親子的那個聯繫。所以我哋下唔單淨係教小朋友，還做得教阿公阿婆、爸爸媽媽講下。所以我知道安軒範圍下廣，所以知道會下歡喜。那當初來咧，跳擺是上課愛帶個愛的小手，一下你就帶錄機，就做得咧，呢個方法。係。阿尚哥，你等下先睇下對面4大精彩講，等下再有回答哈。張門馬上。蘇琴姐啦。蘇琴姐啦。係啊。因為我是樂齡老師哈，去教育部去受訓，去暨南大學上課嗰度，所以呢度咧圖嘅樂齡嘅老人家有啊，你講基本高級的講乜嘅氣功操哈，佢都做不難嘛，所以我們會在 YouTube 裡面，哈，我請嗰條影片，請嗰條高級的運動，所以佢都冇講你的老師就是 YouTube。
一开始人家塔姆社干嘛 YouTube 老师，哪一位是 YouTube 老师？手机拿出来 YouTube， 然后你要请个动作又较简单呢，啊不弄人家，啊就去学个错嘛，啊就是说老街就社区个就弄人家，哈7、80全部很多的集会所召集哈，召集到集会所本地里头认同，啊都10点人转去，10点半转去。10點很幾條轉唔可以轉的啊，所以我知道說，有手機有啲數位嗰條 YouTube， 覺得我嗰條弄人家嗰條啦，我你都帶群組帶嗰條社團哦，帶弄人，我真的是很方便啊。係啦，咁快樂啦。講以前啊，講以前有大天發嘛計，還有。唔講係咩東西我一定嘅，像永遠做共同快樂，永遠做同小，你嘅阿叔唔出價咧。嗱，唔出價。其實對我來講啊，吃到會太少啲，我有很緊張，因為少啲嘅，因為工作咧全部都賴下度啊，有陣時譬如講係進貨是不是？嘿，進貨，然後一下人哋阿珍又冇喺度上班，一下講一下義工通啦，夢夢通，嘿嗱，一下就接待朋友。用班就冇喺來上班，真係自家就做同樣事情。有陣時要講哦，冇輸到嘅來，啊冇回應到，要講順利，靠什麼東西？冇安尼，阿上講來，今晚水面咧，要十2個半。來啊！好，唔要手呢個兩啥就坐到呀。走得，講一下。你本期好好講一下，佢從頭笑到尾嘅，真係笑乜緊哦？4大精彩都一樣。我覺得雖然講。連當政府啊，數位化當好來講，但是我看當分插啊，吼，種安尼滿去了的是吼，有款行李嘛個吼，啊到車頭再到機場的時候，啊搭啲行李的是吼，啊結果上面首先唔要當清楚，當時都拿一批咧，咩幾百日，啊上個時間就要到咧吼，出唔掂嘅，咩嘅兩樣事咯，唔比如講像悠遊卡佢啊先刷卡，真厲害的是吼。啊，將東西拿一批，將誰輸入密碼，啊，將誰搭東西，啊，那想看，等到車頭，明明的車票沒有班車停緊到到咧，啊，東西都咩幾百日，出門冇辦法關，所以變到有啲仲係。競爭啦，小啲啦。唔講嗬，一片咩可以同阿上哥推薦一隻好方法啦。唔講一四三年嗬，告訴佢搞到按快樂，尤其一個阿英姐啊，哎呦，搞到按樂先哦，一隻方法啦嗬，可以靠滿人啊，滿出來唔可以顯老啦，真緊。什麼人摸嘢啦？冇，唔講係知道有上時睇下唔願意摸，係有隻原因。你有問過？就係講排泄，因為數據嘅地步要動到佢自信。啊哦，我看到我個相片，我用嘅。人數據有啲冇發動。小動態啦我。係讀到呢個老人家啦，不想話死啦。用吧。因為啦嚇，幾好朋友嚇，打電話幫我，那時候做嘅東西，我講聽我做，然後唔見到我做，我冇去做嘅。我哋好朋友嚇，我當初來不及，已經3年冇去找死的啦。哎呦，3年我太久冇啊！係啊，我就綁咗叫我卡，看佢安然是在做人訓練室啊。啊，佢講，係啊，我手機唔知做，就做列容易裝下無相。啊，因為你看見上啦，調到靜音啊，啊，但是另外這種人家唔要裝啊，我哋幫嚟裝好些啦。哦，你真係厲害，其實佢當簡單。啊！但是個朋友竟然掉當掉，上3年冇消息咧，係咪翹皮嚟？哎呦，係啦，你教你按到題啊，最重要一本睇下講，誰冇拒絕，你吃等於了解它的實用性，哈，還有口技當友善的流程，這都重要。冇錯，嗰時最尾咧，我送一幾本阿上哥啦，嗬，送CD，嗱，之後講咗嗱去。本亞西上你，按你行一拜嘞，這是你的束修。哎呦，冇錯，你就送本給西上你，你搞朋友，還買手機有問題咧，就有做點問題。馬上一條架，真係我阿贊你講，係咪你們使用搞朋友？馬上一條架。嚟龍睇個坐條邊，嚟龍睇個分享一下，日本的一則新聞，有一位80歲阿公。佢即家用 ChatGPT，你要當時行，凡事問 ChatGPT，佢用 ChatGPT 攏佢下程式，佢上架差唔多有10個款的 App 程式，厲害嘛？
其實出家阿姐講嘅，活到老學到老。哎，真緊真緊。成法都結落，然後學到落，有時是冇提拒絕了到本安利慎重嘅機會啦。我唔做嘅假使真緊唔曉用嘅話，吼，其實咩冇要緊啦。做得來你落先來門聽啊。我哋要當厲害哦。係啦，把那個記得用這個當煩惱的事情，變做一件當細細的事情。有時是你給大椎骨的時間，吃到講哇，這個好困擾我，就像阿桑哥講誒。這個還要先刷卡，我忘了刷卡就冇密碼哈。你吃到邊做一件事情，邊做一隻 APP 來講，也做一隻功能。你吃到為你做的給的事情係嘛？最想要的一個 APP 會是什麼？而且我說把愛你的嘅樂齡這些該的群組，對不對？像我的家政班的活動該的話，全部做一個影片，然後模式做埋哈，然後就是愛留去的拷貝去的本來的錄影家。哎，然後有的弄人家裡面有手機嘛，還是喺冇誒，還是不全部給字，喺弄人家容易冇出來，哈。還有這一段影片，做的反應，他在樂齡，對，你們可以做紀念，做留念。兩件事，你說我們非禮者，你還 APP 吹非禮者，第一下唔希望一下，啊個非禮者咧已經按強了，你看希望有乜個 app 咧？我有想到，因為咧。就年紀咧哈，當到長輩哈，老花眼啦哈，啊耳孔要當排痰咁多啊，啊有想啊發展一種 APP 係關於生態，因為我自己係生態老師嘛哈，所以我咪想做嗰個生態，跟要麼講學位植物啊，或是鳥啊、昆蟲呢都有東西，要麼因在石頭台底哦，他就在躺樓上按呢嘢 APP， 啊想法哎。沉浸式啊，對，又上啊，又上下太對，對，就冇唔是用看，就用躺誒哈。是啲人又咪飲，啲黑物又咪飲，一植物又咪飲，一動物又咪飲，一鳥又咪飲，啱唔啱？誒，我想我設計一種嘅 APP 是從因有個預先定義不下咧，所以你做咧不下，個手機打開來叫，哦，小鳳你見唔見？啉水啉凍少哦，差唔多這個啉500cc 嘅水漲就老。哦，你哋啊很配，俺不就什麼會腳會抽筋，可能再喝個2杯牛奶，吃3片cheese，你就會改善。哎，因為阿確是有靈查嘅 app， 睇下做得起情況哈，其實差唔多天時天點就會提醒。啊，唔過佢冇辦法同伊孫講，哎，你孫女去個有周到冇？係啦，啊，這個就是要靠自己了。係啊，唔過佢會提醒你啦。哈，阿三哥，你呢？一種啊，呢樣啊，因為雖然從外嗬，盡量講條土個卡嗬，啊那個因為個簡單 APP 嗬，設計嗬，用客家菜啊嗬，簡單嘅嗬，誒，啊，實在擺個誒，你禮拜睇先買個菜單，下禮拜買菜單，變化下嗬，啊冇嗬。因為像一條就最難咧，啊，當我冇俾食飯包，食掉冇咁難。哦，你點樣生物嘅啦？所以你還有啥辦法？你就搶一隻客家師傅來出菜，這麼簡單嘅應用詞啊！你發現到有條蘿蔔皮啊，其實上一個 app 其實食材發講都唔係幾複雜嘅。我知道記得唔可以用口。係。他注意嘅就係講，我希望你流暢，他友善。哦，較簡單啲啦，簡單啲還有乜嘢年前面，係年前吧，誒年前啊講嘅啊，真係真年。係啊，上落去縫嘅車嚟行去縫崖咯，奇怪。誒，我做喺縫魚哦，我呢邊拿幾多東西出去，薪水還扣嘅。冇，我慳大咧，我做嘅絲吼，笑到卡死掉，按你講唔得清楚。冇啦，唔講未來睇出個第三個 app 嘅時間，佢希望講啊，佢速度冇去踢嘅，因為有時候踢緊種，佢很10秒鐘，什麼驗證。係啊，時間高嘅就付唔出嚟，就付唔出嚟啊！還有個絲踢細雜，還有看唔準，字先踢複雜，咩都睇講咩講唔得清楚。科技係會天數年，唔係我咩新年嚟啦。係啊，咪希望講科技樣嘢啊，無數新年係喺行業內啦，嗬。咁比學教嘛，學教，超好好朋友來，你插播點留言先下，好唔好？啊記得咯。鄉下留面線，等你都落線咯，再來聊哈，再來，有東西啊。係啊，誒，非常欣賞，還有實力欣賞嘅。